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新冠病毒。台湾第2例确诊的病例是今年1月底为中国武汉转来的一个50多岁大兄，当时伊佫共走去金巴黎舞厅去互动发。但是讲嘛奇怪，人一寡为着病毒带院的患者，拢已经陆续来出院，都只有这个大兄安怎治就是治袂好。带入去隔离病房到即卖已经2个月，采检20多届，拢也是阳性，表示体内也有病毒。专家讲，可能是这位大兄本身的免疫力有问题。即摆就要确认这个大兄的体内的病毒是毋是活病毒，若是活的，也是会共传染。不管安怎验，都是阳性。1月底对于武汉回台50多岁大兄，走去高雄金巴黎舞厅消费，后来确诊，引起惊吓。这名大兄带入去负压隔离病房已经2个多月，中午的采检也是阳性。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是这个他自己本身疾病的问题啦，有些是可能有免疫上的疾病。另外一方面代表可能在某些人身上呢，病毒会找到一些地方躲藏起来，可以比较不被免疫系统攻击到，这样它的排出时间就会比较久。确诊个案陆续有人出院啊，只有这个大兄一直无法度回去。伊做一届体检就要1500块来算，20几届落来，恐惊就要开3万多块。但是开钱是小事，医师认为大兄也是有传染性。德国科学家认为这些人没有传染性了，核酸如果持续阳性呢，应该还是有感染的可能性。如果你问我，我还是觉得它还是有传染性的。若是大兄的体内病毒也是活的，就有传染性。只有透过病毒2礼拜时间的培养，才会当确定。防疫一定要用相关的标准。大兄暂时也是爱甲外界隔绝，免去出院，确保安全。